快遞11月11至12號，驛馬連擊，轉工、搬屋、考車牌，快手行動就特別順。11月13號，天德加月恩，貴人加持，長輩、銀行職員、上司特別容易批你申請，午時交表，穩陣過人。11月14號，陽公13忌，大事避開，唔好簽大單或搞新項目，反而做小整理、清檔案、積陰德，運氣回流。一句總結：11月10號，成日象徵事事有結果最旺，牛、羊、狗朋友最易落實大事。相反，11月14號，陽公忌最險，因為大事容易反覆出錯，所以蛇、豬、虎朋友要避開大動作，用小整理化煞。本周能量一旺一險，成日落實，成果自來。陽公忌避，福氣回流。記得訂閱八卦咪，開啟你嘅能量開關。